由芬加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2021年一箭双雕的艺术季，对顶一波的7个盐山的岩雕展，现在刷到要刷到海洋休闲运动度假中心，举办漂流木雕的地景艺术展，邀请资历超过25档，介意大自然生活艺术家小亨利来进驻创作。今年的主题就定位向海洋来致敬，漂流木的月派对。2021尖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哈。那上礼拜在台南七股岩山已经把岩雕已经开展了，受到大家的喜爱。那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这个枪金马沙沟的海洋度假中心呢办理漂流木雕的艺术创作展。那最主要是今年是行政定的这个向海致敬的元年，所以我们在邀请的艺术家将这个我们在从海洋的一些漂流木这边来收集起来，做了一些艺术创作。那也最主要是向海来致敬，然后也提倡我们国人一些海洋保育的永续观光的这些观念。那这次的创作主题主要也是以这个海洋生态包括像我们在地的招潮蟹啦，或者是黑面琵鹭等等哈。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向海致敬。所以我们就是会用这些回收的漂流木然后再做一个重新的创作。那希望大家再结合这个艺术的过程又可以享受比较接近生活化的一个趣味。所以我们这个幸福游具底下设计的可以让小朋友、大人一起玩的这个荡秋千，然后它的造型会有一些那个浮球，我们去做彩绘，让它表现出比较童趣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在日前的开幕式，主办单位佮特别邀请大型的风吹、佮特技风吹的表演，邀请民众把握暑假最后的尾声，行访一段海边的艺术之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